Hello，各位好。咁今日都同大家繼續去信仰對談啦。咁上次咧就睇到呢一本書入邊咧，關於耶穌係天使長米迦勒呢一個主張，其實耶和華見證嘅謬誤有邊啲咧？咁上次喺呢一個嘅附錄嘅部分咧，都提到咧，佢哋話天使長呢一個嘅詞語咧喺新約或者喺聖經入邊咧，總係以單數嘅形態出現喎。咁我哋睇下呢個係咪可以一個證明？淨係得一位嘅天使長咧，咁我哋咧可以比較一下喺但以理書嘅第10章13節咧出現提及天使長米迦勒嘅時候咧，其實喺呢幾個譯本分別係咁樣講嘅：天使長中的一位米迦勒來幫助我。呢個係和合本修訂版。到近期嘅環球聖經譯本咧，就都係提到係天使長中的一位。咁好明顯咧，其實喺聖經嘅譯本嘅理解上面，佢哋都認為咧喺天使長芸芸嘅當中，其中嘅一位叫做米迦勒，就唔係話咧成本聖經都講緊只係得一位嘅天使長存在嘅啫。好，咁我哋睇下咧喺上次提到嘅就係啟示錄第12章嗰度咧，米迦勒同佢嘅天使同龍爭戰。龍同埋佢嘅天使都嚟爭戰。咁喺呢一度咧，聖經提到米迦勒同佢嘅天使，又提到耶穌同佢嘅天使。既然聖經從沒有說天上有兩隊忠心嘅天使大軍，一隊由米迦勒統領，一隊由耶穌統領，咁好明顯咧，佢哋就認為因為咁咧，按理來說，米迦勒必然係升天後嘅耶穌基督。咁呢個又係一個謬誤啦。咁係咧，路加福音嘅第2章嘅13節咧，其實係講緊咧，有好多嘅，即係有一隊嘅天軍去讚美神，咁係講緊數量好多啊！喺馬太福音第26章嘅時候咧，都回應翻佢身邊即係抽刀去砍下大祭司奴僕嘅人，咁佢就回應話咯：難道你以為我不能求我的父，他就馬上給我派來天使，比12個軍團更多嗎？咁好明顯咧，天使天軍嘅數量咧係唔止一隊嘅。我哋再睇多少少咧，就係咧，其實咧喺耶和華見證人嘅譯本，佢譯做萬軍之主耶和華，咁個英文版本叫做 Jehovah of Armies。耶和華見證嘅出版物入邊咧，咁喺呢度咧，佢哋有一個嘅段落咧係講解萬軍之主耶和華，咁就係 Yahweh Tsevaot。咁佢講緊天軍嘅數量咧，被組成不同嘅隊伍。萬軍一個嘅複數詞咧，無疑好恰當，因為聖經話天上嘅使者不但分為基路伯天使、撒拉弗天使和眾天使，他們被組織成不同嘅隊伍 （organized groups）。咁按照耶證本身嘅理據咧，其實天軍嘅數目咧係唔止一隊嘅，所以佢哋講緊嘅嘢又係冇乜理據，或者話前後矛盾咯。咁我哋都睇下咧，喺啟示錄第12章7節至9節一個段落咧，其實喺耶和華見證人自己嘅聖經版本新世界譯本入邊咧，佢係點樣有一啲嘅對照嘅經文咧，去鎖定咗其實佢哋所認為嘅撒旦從天上墜落嘅時間或者個場景係喺邊一度咧？咁我哋睇一睇咯。喺啟示錄嘅第12章第9節，其實佢嘅對照經文咧係包括咗以下嘅，包括咗有路加福音嘅第10章18節啦。跟住再引錄再睇埋其他嘅對照經文，又包括咗有約翰福音嘅第12章31節，約翰福音14章30節，約翰福音16章11節。咁喺路加福音嘅10章17、18節嘅時候咧，其實係講緊耶穌差派咗70個嘅門徒出去，兩個咁傳道，佢哋翻嚟報告，佢哋可以驅趕邪靈，佢哋好開心，好雀躍。耶穌就話咧，佢見到魔鬼撒旦從天上墜落。咁呢一度咧，守望台本身咧就有一個嘅讀者來函咧，就喺2004年8月1號嘅第28頁。咁佢一段咧係咁樣講嘅。耶穌話咧：我看見撒旦像雷電一樣從天上墜下來了。咁咧喺守望台嘅文章咧都有咁樣嘅問題。點解耶穌提到撒旦被逐
出天上時咧，說得好像事情已經發生咗一樣呢？耶穌說他看見撒旦墜下來了，只是在強調咧，撒旦一定會墜下來，就像聖經中一啲其他嘅經文咧，用過去嘅時態嚟談論未來一樣。舉個例子，佢哋咧提到以賽亞書52章13節至到53章12節，係談論緊彌賽亞嘅預言，嗰度咧就混合咗用過去時態同埋將來時態。咁咧喺路加福音第10章17節咧，守望台嘅觀點認為，即使耶穌用咗過去式去描述咧，其實只係表達緊耶穌好確定天父嘅定義咧。魔鬼撒旦要從天上被摔下嚟，耶穌對呢件事充滿信心，亦都知道咧，確信咧係會實現嘅。而根據守望台自己嘅諗法咧，就係咧，佢哋認為耶穌基督咧係天使長米迦勒喺1914年嘅時候咧，喺天上面爆發咗嗰場嘅戰爭，就魔鬼撒旦咧就失敗咗，就被趕咗出嚟，跌咗落嚟。咁呢一樣嘢咧，就印證咗佢哋認為隨即耶穌基督咧就喺1914年嘅時候咧登基作王，成為上帝王國嘅君王。咁呢一個嘅理論係佢哋嘅聖經譯本又符唔符合事實咧？我哋可以睇一睇啦。咁咧喺其實約翰福音12章31節至33節咧，嗰度係講緊這世界嘅王，或者即係現在要受審判啦。咁佢講緊咧。他說這話是指明自己將要怎樣死。世界譯本就有個嘅對照嘅經文咧，就係《使徒行傳》5章30節，你們掛在十字架上殺害的耶穌，我們的祖先的神已經使他復活了。咁喺呢一度咧，都有另外一個嘅參照經文，我哋可以參考嘅就係希伯來書2章14節，喺新世界譯本係咁樣講嘅，這樣藉着他的死，他就能消滅有能力使人死的魔鬼。咁喺呢一度咧，新世界譯本嘅串珠或者對照經文咧，就係約翰福音12章31節同埋啟示錄12章9節。換言之，我哋可以總結一下喺新世界譯本嘅證據。新世界譯本認為，當喺天上爆發嗰場戰爭，米迦勒同撒旦喺度作戰，撒旦敗退跌咗落嚟嘅時間咧，正正係印證喺耶穌喺地上傳道嘅日子，即係公元30年至33年期間。其實咧，約翰福音第12章31至31節係講緊耶穌嘅死亡同埋復活，即係公元33年左右咯。咁換言之，嗰場嘅戰爭係喺公元33年左右喺天上面已經爆發咗。呢個就係耶和華見證人新世界譯本嗰個嘅觀點，喺佢傳道日子已經睇到呢場戰爭係由天使長米迦勒所帶領嘅。係咩意思呢？耶穌喺地上睇到天上面嘅戰爭由天使長米迦勒所帶領，換言之，耶穌同天使長米迦勒係兩個分開嘅個體，就唔係同一位咯。而根據耶和華見證人嘅神學立場，米迦勒點樣變成耶穌㗎？就係上帝將佢嘅生命力由米迦勒嗰度終止咗，再轉移去到瑪利亞嘅腹中，耶穌出世。咁換言之，當耶穌在地上嘅日子，其實根據耶和華見證人嘅信仰立場，米迦勒係唔存在㗎。咁如果聖經講到明米迦勒係存在喺天上面帶領緊嗰場戰爭，耶穌目睹緊佢一場戰爭，咁咪即係證明緊耶穌同米迦勒唔會係同一個個體咯。而與此同時，我哋都可以有多一個印證去睇翻咧，耶穌同埋米迦勒唔同嘅地方啊。喺猶大書9節嘅時間咧，即係當米迦勒要同魔鬼爭論關於摩西嘅屍首嘅時間咧，佢只係話由主嚟責備你啦，咁就唔敢去責備佢。但係耶穌面對魔鬼撒旦嗰個嘅誘惑嘅時間，喺荒野佢係話撒旦退去吧，佢係斥責撒旦，撒旦退去吧。咁呢啲咧係一啲大家睇到好唔同嘅地方，就係耶穌嘅權柄係高過天使長米迦勒嘅權柄，加埋聖經種種嘅證據，我哋可以睇到耶穌從來唔係米迦勒，兩位係截然不同嘅個體，唔係重疊嘅同一位嘅身份。我哋總結一下我哋今日嘅內容啦。第一樣嘢就係咧，
天軍係唔止一隊嘅，萬軍之耶和華，咁係萬軍。而耶和華見證人所講嘅觀點咧，唔成立啦。天使長喺聖經本身印證咗係唔止一位嘅，其中嘅一位叫做米迦勒啫。其實喺新世界譯本個對照經文印證咗佢鎖定咗個時間，就係由耶穌基督在地上傳道嘅日子到佢死亡復活嘅日子，嗰場戰役就喺呢段時間爆發。而喺根據耶和華見證人嘅立場咧，當耶穌在地上嘅日子咧，天使長米迦勒係唔存在嘅。耶穌對魔鬼嘅態度同米迦勒對魔鬼嘅態度係好唔同嘅。咁換言之，我哋可以知道耶穌嘅權柄係高過天使長米迦勒嘅權柄嘅。基於以上種種嘅觀點、聖經嘅證據，我哋可以總結耶穌同天使長米迦勒根本唔係同一位個體。耶和華見證人立場係完全嘅錯謬。我哋翻去聖經，亦都好希望呢一啲嘅觀點咧，可以成為你同耶和華見證人去分享信仰嘅時候咧，一個好確鑿嘅證據，好好嘅話題，等耶和華見證人信徒可以睇清楚自己嘅信仰。信錯咗救主個後果好嚴重，係關係到永生嘅問題，係一個好嚴肅嘅問題。盼望大家都裝備好自己，去幫助到身邊嘅社區入邊嘅耶和華見證人，讓佢哋睇清楚信仰嘅真相。願聖靈幫助我哋，求主加力俾我哋。下次再見。